兩地政府落實粵車南下，最快下個月實施。粵車經港珠澳大橋嚟香港，可以泊喺香港口岸人工島停車場，或者直接入香港市區。初期每日最多100架。運輸及物流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，交代粵車南下執行細節。粵車只可以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嚟香港，可以有兩個選擇：一係停泊喺香港口岸人工島，司機同埋乘客直接到香港機場轉機，或者轉搭其他交通工具入境香港。停車場提供大約1800個泊位，司機要先向機管局申請。粵車亦都可以選擇直接駛入香港市區，初期嘅配額每日100個，最多逗留3日。申請人同埋指定司機需要持有香港正式駕駛執照，架車要購買第三者保險，亦都要有香港嘅車輛牌證，按香港嘅要求驗車。政府會委任內地指定驗車中心，按香港標準同埋規定一站式驗車，配製同埋安裝香港車牌、易通行等等。而本港亦都已經有幾間保險公司準備為南下嘅粵車推出短期保險，申請人可以喺網上投保。入境牌證嘅申請程序亦都簡化，申請人成功獲內地部門批出粵車南下入境市區申請，相關嘅資料會轉交運輸署，等運輸署批出電子牌證，每次嚟香港之前都要預約。